今仔繼續來看白沙屯媽祖進香開放報名，今仔日第3天，人數已經超過26萬人，都特別突破到去年32萬人報名記錄。廟方講，總共準備30萬份的報名小物，有衫啊，有帽啊等等。講到時陣，報名若無領到衫啊，這個報名費會當減免。白沙屯媽祖進香報名第3天，收證報名人同款真濟，伊落去大廳排到外口去。這個排咧排有夠長，排去夠大路。透過空中攝影機來看，排咧報名的人真正是有夠濟。很高興對媽祖走入這樣子。請問走幾年了？20年了。對媽祖步輦進香是真濟人當年一定參加的活動，報名人會當領到衫、臂章甲帽啊。廟方準備30萬份，不過廟方人員講，今年報名人真踴躍，昨都已經超過26萬人，今仔日有可能超過去年的32萬人的記錄。遊覽車不算，步行的就報了26萬。我想今天肯定會突破30萬，一定會可能。會到達去年的數量。廟方講，因為傳的衫干那30萬領，早起到寸草無夠招床的情形。下晡若發完，後壁佫報名無領到衫的民眾，廟方會佫通知減免報名費。Hello， 我是張新文，想要搶先掌握最及時的新聞資訊嗎？趕快訂閱、按讚、開啟小鈴鐺，鎖定華視新聞 YouTube 頻道。